歡迎收聽閒置中。咁今日咧就有我 Sunny 啦，同埋 Emily。冇錯。咁我哋兩個咧就同大家咧就傾一啲咧比較輕鬆少少嘅話題啊。咁就係講下香港嘅圖書館啊。咁當然其實都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圖書館都未必係一個真係好輕鬆嘅話題，因為可能近呢幾年大家對佢印象都未必話真係好好啦。尤其是可能有見到佢可能好多書嘅編採方面又未必好多元啊，然之後又好似近年冇乜點發展啊咁樣樣，係又或者好多時候咧，好似感覺上大家都少咗去圖書館啊，即係尤其是係公共圖書館，即係至少我睇到我身邊嘅朋友好似大個之後，唔知係咪因為要讀書或者讀書嘅朋友咧，咁可能去圖書館又唔會去公共圖書館啦，即係如果佢有學校嘅圖書館，咁似乎學校圖書館嘅藏書量，又或者入邊嘅書嘅多元性咧，似乎都會好過公共圖書館好多咁樣樣咯。咁但係對於好多嘅一啲譬如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圖書館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嘅，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我都會得閒有時候放學啊，又或者禮拜六日冇嘢做咁樣樣。咁其實就會去嗰度坐下，咁而我諗對於依家好多嘅居民市民嚟講咧，即係圖書館都係有佢一啲社區嘅功能啦，即係譬如都會有啲公公婆婆啊，咁可能又會去圖書館度借下書，或者佢哋未必睇書，或者係睇報紙，即係睇下佢個月報室啊。因為圖書館其實除咗一啲借書呢啲嘅功能之外咧，咁似乎佢都仲有其他嘅一啲附屬嘅配套啦，即係譬如學生用嘅自修室，又或者一啲公公婆婆去嗰度可能坐下涼下冷氣睇下報紙咁樣樣，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向以嚟咧公共圖書館咧俾到成個社區嘅一啲嘅功能咁樣樣咯，係啦。咁但係近年究竟係咪真係少咗人去圖書館咧？又即係我覺得講圖書館之前，好似連閱讀嘅習慣呢個都好似而家比較少啊，即係好少聽人講話我嘅興趣係睇書。好似呢一句說話係真係越嚟越少啦，覺得。同埋甚至咧，可能喺我碌呢個 Instagram 嘅時候，都會見到個 account 咧係講呢個 Hong Kong people reading，即係連佢喺公共場域裏邊，例如喺車度啦，喺地鐵度啦，見到人睇書咧，去影低佢哋睇書呢件事咧，好似都好珍貴啊！係奇珍異獸嚟嘅，即係係你係咁睇書喎，竟然係主要係紙本嘅書喎，即係你唔會影低人哋喺度碌 iPhone 咁樣樣。紙本嘅書，因為我記得其實前排好似咧係有一排有興過睇電子書啊，係啊，即係 Kindle 嗰啲，然之後因為我自己都買咗一部咁樣啦，因為佢有一排其實平平地咁樣樣嘅，然之後我即係身邊嗰個圈子都有啲人係會一齊買啊咁樣，同埋好似唔係咁即係以前用電話其實都仲可以睇到啲電子書噶嘛，咁但係譬如呢一啲新嘅電子書，佢可能就標榜就唔會太傷眼咁樣樣咯，冇藍光啊嗰啲。係啊，係啦。而我覺得對我嚟講，睇電子書都係仲有個門檻，都係嗰種揭真係紙嘅書嘅嗰種味道係有啲唔同嘅，所以好似圖書館咧嗰個氛圍咧，就係會營造到嗰種好獨特嘅書卷味啊。係啊，呢個我覺得好多如果真係中意閱讀嘅朋友，可能都有呢種感覺，就係有得可以揭下，有啲實體感咁樣咯。咁所以本然其實都有好多書都仲喺度，係啊，即係雖然我哋其實而家睇啲文啊，又或者文件啊，咁好少 print 出嚟，或者好少即係攞個實體咁樣睇，因為環保啊嘛。咁但係我哋都仲保留一個好好嘅一個，都唔知係咪好好，都係好嘅一個閱讀傳統啊，即係我哋都係會有啲書得閒就會睇下，尤其是可能我哋某啲議題咧係可以借鑑到一啲書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去攞嚟睇啦，咁樣樣睇啊。咁但係而家公共圖書館係咪仲可以滿足到呢一個俾大家公共去閱讀嘅功能咧？即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去探討嘅議題咯。係因為譬如啱好似 Emily 咁講，就係而家個閱讀風氣都唔係話真係好濃厚啊。即係可能差咗，都唔知係咪真係差咗添。可能原本已經唔係話特別好啦。即係就算可能我哋以前細個啊，十幾廿年前啊咁樣，可能一直以嚟香港閱讀風氣都未必話真係咁話咁蓬勃啊。即係有時候我哋如果去外地旅行咧，其實都好似有時候都會見到有啲當地人咧，其實都可能會攞住啲書啊，即係搭火車啊、搭巴士嘅時候攞嚟睇咁樣樣。咁但係香港就真係少啲啦，咁樣樣。係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代表
香港嘅圖書館其實係咪真係冇咁有需要咧？咁樣。而我覺得呢件事好似係兩面睇喎，因為即係冇呢啲空間，冇圖書館去提供一個場域係俾我哋閱讀啦，又或者即係其實佢好似頭先你咁講，都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嘅，就係可能係可以傾 project 嘅，可以係閱報紙啊、雜誌啊，可以係有啲影音嘅設備係可以睇下片啊咁樣，或者甚至有 CD 可以借嘅。咁其實呢一啲好似係真係要有一個空間去存放呢一啲嘅知識啊，或者呢一啲嘅資產，去令到啲人係可以 access 到呢啲地方。咁好似圖書館又的確係有一個功能，係令到大家原來我可以借到呢本書，我可以 reach out 到呢一啲知識、呢啲文學嘅時候，好似唔應該係因為啲人唔再有呢個習慣而唔需要呢個唔需要呢一個設施咯。係啊，所以其實尤其是可能本研嘅大家一啲朋友啊，或者研究員，其實大家有時候都有閱讀嘅習慣啦。咁所以其實都會可能問下個問題咧，就係究竟香港其實有冇需要再多啲圖書館啦？又或者其實而家係咪夠咧？咁所以我哋就近日咧就有開展到一個相關嘅一個研究啊，就係我哋就係有朝住呢個核心問題咁樣去問啦，然之後就係揾下究竟有冇一啲數據啊，又或者有冇啲資源啊，係可以幫我哋答到究竟香港圖書館係咪充足嘅咧？咁樣嘅一個研究咁樣咯，係啊。咁喺嗰個研究入邊咧，其實我哋都發現到唔少嘢嘅，即係就係咧香港咧，其實就嘅圖書館嘅數量咧，如果從數量上講啦，因為其實從數量上講，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好全面嘅，即係你就算好多啦，但係唔代表圖書館空間好夠啦。正如Emily 咁講啦，即係空間其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嘢，即係藏書量重要啦，又或者入邊嘅設施重要啦，但係佢個空間夠唔夠承載佢一啲潛在嘅功能咧？本身其實都係一啲好值得探討嘅嘢咯。咁但係我哋嘗試純粹去睇香港嘅圖書館數量啦，咁我哋有揾過其他地方咁去計算過個量。尤其是就係個人均嘅圖書館量，即係每一間圖書館分館，佢究竟係服務緊當地幾多人口嘅咧？咁樣咁似乎咧，其實香港係相比好多東亞嘅國家係即係少咗一兩倍咁樣咯。係啊，即係譬如可能台北啊、東京啊、首爾啊呢類嘅地區國家，咁佢嘅每一個分館咧，其實係可能係可以係服務可能係3萬、4萬、5萬人。咁但係香港而家嘅現況咧，就係佢每個分館咧係服務緊10萬人嘅咁樣樣。而呢個其實都係源於其實政府佢有一個嘅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啦。咁佢就係話其實每20萬人咧，咁就需要建設一個分館啦咁樣樣。咁啱我計嗰個10萬人一個分館咧，其實係講緊係包埋小型圖書館嘅，係啊。咁但係規劃標準嗰個咧。每20萬人咧有一個咧，嗰個係講緊一個更加高級別啲嘅一個分區圖書館咁樣樣咯，係咯。咁其實你會唔會但係我哋就翻自己嘅一啲親身嘅體驗啦，即係其實香港嘅圖書館其實係咪夠嘅咧？如果講我自己體驗啦，我自己即係附近可以去到嘅圖書館，因為我係住喺將嗰個區咁樣。咁其實將嗰個圖書館咧喺幾年前咧就多咗一個叫做調景嶺圖書館。其實我覺得佢喺地理位置上咧都 cover 到幾多將軍澳嘅居民啊，同埋以我因為我係可以行路去到將軍澳圖書館嘅呢個距離咧，我又覺得係足夠嘅對我嚟講。咁當然其實佢喺啲 peak season 都會有啲即係爭位情況啦，例如學生可能考 DSE 啊，又或者考試啊，本身學校裏邊嘅嗰啲情況下咧，可能自修室啊，或者就算圖書館咧，裏邊都有啲位係有啲台、有啲凳俾人做嘢，咁嗰啲通常咧都會滿晒。係啊，我自己嘅經歷，我個區其實我細個住嗰區啊，咁我係住喺葵興區、葵青區啊，即係我住葵興嘅。然之後我嗰個位咧，即係我住嗰個位啦，其實都係近圖書館嘅。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如果純粹圖書館，如果個功能咧，純粹係課俾我去坐下睇下書啊，其實某意義上我細個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夠嘅，因為佢夠近啊嘛。咁但係譬如我哋又會見到咧，其實原來即係唔揾咧都唔覺咧，有好多社區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佢哋係覺得唔夠圖書館嘅咯，而係因為佢哋咧係喺嗰個因為地理嘅緣由啊，
因為譬如而家嗰個標準啦，佢可能係講緊係18區成個行政區咁樣去計，即係啊呢一區有幾多萬人，幾多10萬人，咁我哋就有一間或者2間咁樣，咁符合咗就 OK 噶啦，就滿足咗啦咁樣。咁但係譬如對於一啲區域嚟講咧，其實某啲社區咧，可能未必係近嗰個圖書館嘅，即係譬如可能大埔咁樣啦，即係我哋研究過程入邊咧，我哋發現大埔咧有一啲嘅居民佢都話啊，唔夠圖書館喎咁樣。咁儘管去大埔成區係符合個規劃嘅，咁但係因為個圖書館咧可能係比較近喺大埔嘅南邊咗啊嘛，咁所以住喺大埔北嗰啲咧，似乎就要行好耐先至去到南邊嗰邊嘅大埔圖書館啦。咁所以佢可能要行成大半個鐘，可能先去到。咁變相其實都會好難令到佢 access 到啊，或者佢都好難會用到呢一啲嘅圖書館設施咁樣。咦，咁你頭先講例如佢有大中小型噶嘛？咁小型有冇 cover 到呢一啲即係比較遠嘅地區咁樣？有某啲地方就有嘅，但係咧某啲其實都冇，即係譬如可能係西灣河筲箕灣嗰度啦，咁其實嚟緊會落成一個新嘅圖書館嘅，咁但係以往好似一直都俾人批評，或者嗰個嘅當區居民都一路話唔夠喎咁樣咯。咁而小型圖書館其實係咪真係做到某啲嘅效果咧？我覺得係有嘅。咁講下個數字先啦，或者即係而家全香港咧，大概就有70間圖書館啦。咁就有分4級嘅，第一級就係中央圖書館啦，係就係銅鑼灣天后嗰頭嗰個中央圖書館啦。咁然之後再落咧就係主要圖書館啦。咁全港就有啲6間左右咁樣啦。然之後再落咧就係分區圖書館。係啊，咁就係啱啱講嘅香港標準、香港規劃標準，要每20萬人要設立一個嘅分區圖書館啦。咁其實都相對都佢嘅標準上面咧，佢嘅希望都係起大啲嘅。然之後咧就有30間左右嘅，咁然之後剩低咧仲有33間啦。咁其實就係小型圖書館咁樣咯。咁好多時候咧，佢其實如果計埋小型圖書館咧，其實好多區似乎都會係近某個都有個圖書館嘅。咁但係呢啲小型圖書館咧，佢其實係叫小型啦，其實都相對地較細啊。咁可能佢唯一可以滿足到嘅功能就真係啱啱所講，就係有一定嘅藏書量啦，然之後可以俾人借書啦咁樣咯。有例如小型圖書館佢大概係幾大啊？如果係計咧，我哋有計過咧，就係平均而家嘅所有小型圖書館啦，除翻啦，平均就有470平方米咁樣樣，即係5000尺咁樣就係啊，5000尺。咁如果你話我住喺嗰度咁就好正啦，好大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圖書館嚟喎，咁你 suppose 係應該有唔同類型嘅書噶嘛？係。咁然之後你應該唔同類型或者唔同嘅類別嘅書量都應該要有足夠嘅，你先可以話係一個圖書館啦咁樣。咁可能一啲小型圖書館未必即係可以 serve 到呢個功能嘅，可能尤其是其實好多嘅圖書館可能係未必有400-500平方米咁咯。哦，因為係一個平均數咁樣。係平均數。其實真係幾唔好用㗎，淨係得幾千尺。即係一個圖書館藏書又要有兒童嘅圖書啦，又有成人嘅圖書啦，同埋一定要有啲英文書啦。仲有啲垃雜雜嘅嘢啦。咁樣凍晒咁多書架喺度，其實即係連行嘅地方、企嘅地方，可能都唔係好足夠。係啊，而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分區圖書館，即係比小型圖書館高一級嗰啲咧，佢個面積其實都係同小型圖書館差唔多，甚至乎有幾間咧，其實仲細過小型圖書館嘅。係啊，譬如我住葵興啦，咁我係比較近南葵涌嘅圖書館，咁然之後嗰度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好細嘅，咁但係佢都。咁但係譬如佢嗰個除咗係有擺書架啦，咁仲有一啲譬如閱報嘅地方啊咁樣樣，咁變相咧佢都可以做到一個小型圖書館嘅功能咯。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可以做到話真係滿足到20萬人，係真係可以容納到更多嘅社區功能嘅圖書館咧？咁可能喺呢個層面咧，真係未必話好夠咁樣樣咯。除咗呢啲圖書館之後，好似仲有一個更加細嘅單位嘅喎，好似有圖書車，係咪就係滿足緊啲即係好偏遠嘅地方咁樣？係啊，所以呢類其實都係，即係我哋就好少理解到佢係一個圖書館啦。咁但係政府嘅或者康文署咧，佢就話呢類叫做流動圖書館咁樣咯。即係雖然佢係一架車，但係佢都係一個館嚟嘅。咁佢嘅功能咧，有啲
感覺上面咧就係好似有啲啱我哋講啦，其實有唔少社區嘛，即係近10年咧，我哋都揾到10個8個社區咧係已經爭取咗好耐，話想喺當區起啲圖書館，擴建又好，增建又好咁樣樣啦。咁但係入邊咧，其實大部分咧政府都冇話真係會起嘅。咁而好多咧，其實就會係安咗一部流動圖書車喺個區咯。咁就算係好似回應咗圖書館嘅需求啦，咁樣樣係啊，咁就好似已經做咗嘢咁樣咯。咁所以佢譬如近10年咧，其實政府起嘅圖書館好似都係起多咗3間分區，一間小型咁樣樣咯。咁所以好似係冇太大嘅喺個量上面係冇太大嘅發展咁樣樣咯。我對於圖書車嘅經驗就係我讀書嘅時候，即係讀中學嘅時候，附近偶然會有圖書車停喺嗰度啦。就係嗰種夏天好熱，然後上去想涼冷氣，然後八卦睇下嗰個即係圖書車係一個貨櫃咁樣噶嘛。即係佢其實淨係得牆嗰兩面係會有啲書架擺啲書，可能有啲青少年讀物咁樣，有咗一啲兒童嘅書咁樣，就去八卦下，涼完冷氣就會落翻嚟。其實坐咗幾多人咧？你嗰陣時覺得？其實應該坐唔到添咯。我有冇位喺上面啊？我印象係冇位嘅，基本上係就係企，跟住就係可能行個圈，可能有5、6人咁樣已經好逼啦。哦，係啊，我自己我係有上過呢一類嘅流動圖書車1、2次，唔多咯，但係好似都係好耐之前咁樣咯。係啊，感覺都係唔係好係一個可以睇到書嘅地方，所以都唔係話經常會用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有佢嘅作用喺入邊嘅，即係總係會有好過冇咁樣。即係可能對於一啲我覺得小朋友即青年啊，咁可能行過咁樣上去，因為佢可以借書噶嘛，上面都咁可能睇啱一本書咁樣，咁其實都係啲正嘢嚟嘅咁樣。有啲突然間諗起有一個再延伸出嚟，有見過一啲圖書櫃，類似係櫃咁樣嘅物體，係可以有少少自助去借又或者去還書嘅功能。有啲好似嗰啲自動販賣機咁樣嘅。哦，係啊。咁好似係對於嗰個借書嘅嗰個功能嘅延伸咯。而係可以講翻嚟咧，就係而呢一啲例如圖書車咧，或者呢啲圖書櫃咧，好似同圖書館始終都有個距離嘅，就係佢冇嗰個空間去令到一啲可能同閱讀相關嘅活動喺嗰度發生。係啊，所以其實佢哋係有發揮到功能，咁但係個功能可能係有啲有限嘅功能咁樣咯。其實政府佢都係有留意到嘅，即係咁，因為我哋其實最近咧有睇到以前咧好耐之前其實有一啲顧問研究咧，其實有叫政府不如起多啲圖書館咁樣嘅，係啊，咁就話不如唔好20萬一個分區圖書館啦，咁不如算15萬啦咁樣。咁但係政府其實就一路都好似冇回應啦，咁樣都冇或者冇去跟進咁樣，咁亦都冇好似更新嘅一啲究竟要唔要改下個準則啊咁樣咯。咁但係佢都有一樣係針對啱我哋所講嗰個面積嘅一啲標準上面嘅一啲檢討咁樣咯。即係佢有將譬如就係分區圖書館啊，係咪主要圖書館咧嗰個新建嘅圖書館，如果你之後要再起啦，咁你係要提高個標準，即係個面積係要大啲，要高啲咁樣嘅，係啊。咁譬如佢嗰個分區圖書館以前咧，好似係2200平方米咁樣，咁佢就都升得幾多嘅喺標準上面，就係2900平方米啊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咧，雖然佢有升啦，咁但係佢個標準升咗就唔代表佢之後佢現存嗰啲圖書館有跟呢個標準咯，因為佢本身都唔要求佢跟嘅，佢純粹係你新起嗰啲要跟咁樣樣咯。所以就幫唔到舊嗰啲啦。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咁，我哋都可以講到佢係有一個擴建嘅需求啦。因為其實政府你都承認噶嘛，即係你都覺得其實要面積夠大，佢先至可以滿足到某啲嘅社區功能咁樣樣，係咯。係好。咁喺呢個我哋個 research 裏邊咧，都有一個 point 咧係提到，除咗嗰個嗰個 size 或者嗰個人均，究竟一個圖書館要平均可以服務到幾多嘅居民之外咧，仲有一個係好似係咪話北京有一個會將圖書館呢件事係放落嗰個規劃層面上去考慮？
係啊係啊，呢個其實就牽涉到即係究竟政府點樣睇成個圖書館政策咯。因為我哋其實自己都有傾過下，我哋都係中意睇書噶嘛。咁雖然又好似個公共圖書館咁樣，咁但係其實除咗睇書，除咗公共圖書館，你仲有其他地方噶嘛。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去書店、去誠品咁樣，係啊。即係而家就咁，當然好多書店大家都未必話好有興趣啦。咁除咗一啲大書店咁，仲有啲獨立書店咁樣咯，係啊。咁但係譬如政府其實佢最近出過有關呢啲文化推廣嘅一啲嘅政策藍圖咧，其實就係上年年尾出嗰個咯。嗰個係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嘅一個藍圖，全名都唔係好記得，就係嗰個文體旅局去發嗰個，即係發布嗰個啦咁樣。咁入邊其實佢關於文化推廣嘅部分都唔係講好多圖書館㗎啦，已經係啊，佢都係得個幾個位提過，同埋主要佢都係好輕描淡寫，就話啊，我哋都要檢討下圖書館嘅功能啦，又或者係啲硬件上面嘅設計咁樣樣咯。咁就冇啊，咁就完啦咁樣。咁圖書館嘅功能就係咁啦咁樣樣。咁但係譬如我哋其實之前有揾到啲資料，又見到啊，就好似北京咁，北京其實圖書館咧都唔係話真係好多，但係因為佢係好多啲書店啊，又或者社區嘅係社區書店啊，又或者一啲閱讀嘅空間啊咁樣樣咯。咁佢有一份嘅文件咧，佢有講到就係話想推廣咧，係成個城市咧係有一個15分鐘嘅閱讀圈啊。咁而佢呢一個嘅構想咧，係唔係淨係講自己公共嘅圖書館啦？佢係會包埋一啲社區書店啊，或者各種呢啲閱讀空間啊，就構連成一個閱讀嘅網絡，去促進呢個閱讀風氣啊。咁但係譬如如果香港嘅做法，一嚟咧就好似佢而家最新嘅一啲相關嘅藍圖，其實都輕描淡寫啦。二嚟就係佢冇乜好有系統性咁樣去，好似譬如北京呢份文件咁樣去做一個比較全面啲，去諗下究竟如何喺成個城市啊、社區啊推廣閱讀風氣咁樣咯。純粹就係圖書館可以同博物館可能合作啊，或者改善下啲硬件設計啊咁樣樣。咁呢度似乎就有少少冇咁宏觀嘅感覺咯，係。同埋佢好似 take care 咗另外一樣嘢，即係可能香港計圖書館究竟佢有冇做到嗰個，即係佢做得好唔好，佢表現好唔好，有冇做到個功能咧？通常都係用嗰個借書量啊，究竟有幾多人次借書啊，借咗幾多書啊，咁樣去衡量究竟佢有冇做到一個好嘅圖書館咁樣。咁而可能呢一種將圖書館放大喺成個規劃，即係例如頭先講嘅嗰個可能15分鐘嘅，即係呢個閱讀嘅網絡裏邊，好似就會再睇得大啲咯，唔係淨係究竟個書係有冇俾人借到，而係究竟佢喺維繫唔同嘅書店同圖書館之間嘅關係，有冇建立到一啲可能閱讀嘅社群，又或者係一啲可以更加容易去喺生活裏邊去接觸到呢啲地方嘅呢啲考量。係啊。所以譬如係啊，咁譬如推廣圖書館究竟係咪可以做得更加宏觀啊，更加全面啲啊？又或者至少唔係淨係諗我轄下嗰70個圖書館啦，即係當然呢70個亦都可能要擴張下，或者諗下會唔會有其他功能。咁但係係咯，但係仲會唔會有同閱讀相關嘢，仲有好多樣化嘅一啲配套啊、設備啊，又或者就算係書店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啊咁樣咯。係啊，咁所以。暫時似乎咧都唔係話好睇得到政府喺成個圖書館，因為其實香港都有70間圖書館啦。如果你要發展，其實都仲有一啲空間去諗下噶嘛。咁但係暫時好似又唔係真係好多，即係睇得出佢有好多發展上面嘅一啲建議嘅 idea 啊咁樣樣咯。咁感覺就會唔會其實圖書館就會更加少人去咧？因為其實而家佢哋康文署有時候都會講就話佢有個危機啊，就話越嚟越少人去使用圖書館喎，係啊，就啱 Emily 講嗰個 point 咯，就係佢啲圖書館使用嘅量有冇人用，就係睇借閱睇讀書讀者嘅數字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唔係淨係呢啲功能噶嘛，即係圖書館係好似喺而家比較新式啲嘅圖書館啦，即係睇翻世界各地啊，其實圖書館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噶喎，係咯。Amy 有冇去過旅行？有冇睇過啲咁樣嘅圖書館啊？可能就冇睇過嘢咧，就揾到啲咧，例如我哋揾到啲幾有趣噶，即係除咗閱讀啊、借書啊、
圖書相關嘅活動喺裏邊發生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原來係可以有啲 maker space 出現嘅喎，即係好似一個 lab 咁樣，即係有啲可能木工嘅位啊，可以做啲 3D printing 啊，可以做啲 laser cut 啊咁樣。咁原來即係喺圖書館以外，去出嚟同一個空間嘅時候，都可以做啲好似除咗圖書作為一個資源係可以分享之外，連呢一啲設備咧都可以分享。咁其實就會扣連到其他嘅文化圈子咯，例如係一啲即係做 woodwork 嘅人啊，或者做啲工藝嘅人啊。原來都可以一齊喺呢個地方度去生一啲嘢出嚟。係感覺好似好啱你咯，因為我知道你係有有興趣係做啲工藝啊、竹紮噶嘛。係啊，即係可能做工藝呢啲嘢，即係資源上啦，同埋空間上面都好重要咯。而喺呢一刻可能覺得即係閱讀風氣冇咁盛行嘅時候，其實圖書館一樣都可以即係改變下，會唔會個空間可以分享出嚟係做到其他嘢，而佢又同時可以 serve 到係我可以攞住本書喺嗰度睇嘅啲功能嘅。係咯。所以其實圖書館除咗書之外，仲有其他嘅嘢，佢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咁樣咯。同埋佢本身要有啲可能比較 soft 啲嘅啲社區功能啦，即係除咗一啲可能都係硬件上啦，譬如如果有個 maker space 咁樣。咁但係譬如喺英國嗰啲圖書館啊，佢好似都有啲有一啲嘅政策上面嘅一啲嘅定位嘅，就係佢係會話圖書館本身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社區健康上面嘅功能咁咯。咁所以其實佢都會有好多唔少圖書館咧，譬如佢都會有一啲嘅 section 啦，或者一啲嘅活動咧，係俾嗰個社區嘅人去進行一啲互動啊、交流啊咁樣樣，所以去舒緩佢哋個城市嘅孤獨感咁樣咯。即係佢個文件又咁樣講咯。咁我都有揾到一啲具體啲嘅例子咯，就係我唔知係咪英國比較特別嚴重啲咯，就係佢哋嘅一啲新手父母啊，即係可能啱啱生完 BB 啊咁樣，咁可能因為都忙咁樣噶嘛，然之後可能因為要湊小朋友，咁可能社交上面又會冇以往咁多時間心力咁樣，咁可能佢就會有一啲嘅圖書館啦，就會有一啲嘅環節係專係俾呢一類嘅新手嘅父母，咁佢大家可能大家去互動下、社交下咁樣，順便就會傾下究竟可能啲最近大家育兒方面有啲咩想法咁樣，即係呢啲其實係啲即係唔係話香港都好啱做呢樣嘢，但係純粹就係有一個咁樣嘅空間，或者有咁樣嘅意識去透過圖書館去推動呢樣嘢，本身其實都係一樣好有愛啊，好暖嘅一樣嘢咯。即係對於社區嚟講，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活動咯。如果尤其是香港，好似好多人都會話大家同一個社區，可能嗰個網絡聯繫冇咁深啊，咁樣樣。同埋可以將呢啲群體去扣連翻喺一啲社區空間，或者甚至係閱讀咁樣，即係可能唔知啊，即係因為新手父母咁啊，帶埋啲小朋友去嘅時候，咁會唔會其實可以由細就培養嗰種閱讀嘅習慣嘅，即係嗰種樂趣咧？咁的確嗰個環境、嗰個氛圍可以營造到呢件事咁樣咯。咁然後我呢個例子我又諗到，其實都幾啱香港個，如果 twist 下嘅話，即係例如因為我有觀察到我附近嘅圖書館啦，係都比較多人咧係會喺閱報室度即係睇報紙咁樣。咁其實佢哋都正係一個好可以營造一個好鞏固嘅社群咯，即係喺呢一個興趣方面。又或者其實呢個地方都喺香港嘅天氣嘅環境嚟講，其實圖書館應該都幾係一個可以夏天走入去涼冷氣嘅地方。係啊，其實呢啲需要其實係可以喺圖書館裏邊去 solve 到呢啲問題，然後同時又可以增進下大家一啲社交嘅需要。係咯，我其實有時候會聽到有啲人咧，佢話圖書館都冇人用噶啦，係淨係有啲可能公公婆婆啊，或者啲老人入去涼冷氣嘅啫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圖書館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啦。即係其實好多時候而家，哇啲商場又冇位坐咁樣，圖書館如果佢作為一個寧靜嘅空間，本身其實係一啲獨特嘅價值噶喎。因為其實如果尤其是譬如香港，大家精神壓力又大啦，日日都忙啦。如果多啲嘅一啲咁樣嘅空間俾大家去休息一下，本身似乎已經好有佢嘅一啲價值啊。尤其以圖書館本身，佢就係要你可能個環境要靜啊，即係唔好咁多嘈雜嘅聲音啊。
而呢個空間又方便閱讀啊咁樣樣。咁就算可能我本身冇閱讀興趣嘅，但我純粹想去涼下、休息下嘅。咁喺呢個氛圍入邊，我會唔會喺入邊慢慢培養到我嘅一種閱讀嘅氣息，或者閱讀嘅習慣或者興趣咧？其實都有可能嘅，係啊。咁但係如果你純粹就有少咗人去咁樣樣，又或者少咗人睇書，咁你就係一個理由就話我哋唔好調低翻個準則，或者我哋唔好去增建擴建更多圖書館。咁其實就只會有個惡性循環啦，感覺就咁大家咪越唔睇書就越少一啲閱讀嘅空間，越少閱讀空間就越難培養一個閱讀嘅風氣咁樣，咁反而就好難即係宣傳到閱讀咯。而其實香港要宣傳閱讀都似乎唔係真係咁易嘅，就係譬如原來下個禮拜咧係圖書館去宣傳嘅閱讀周啊，而係冇人知喎，好似真係啊。我係其實你點知嘅咧？係啊，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啊，社會研究者都唔知，但係我哋做下呢個圖書館嘅研究，忽發奇想做嘅啫，係啊，即係睇到原來下個禮拜閱讀周喎咁樣，咁我哋就可以順住好似呢個話題咁樣去討論一下，究竟政府喺圖書館嘅發展嘅策略上面，其實有冇一啲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咧？咁樣樣咯，係啊，咁就咁係啦，咁。今日都同大家都傾咗唔少關於呢個公共圖書館嘅一啲而家嘅現況啦，同埋佢可以點樣去發揮佢更多嘅功能啦。咁似乎其實圖書館就最好就唔係純粹當佢係借書嘅地方啦。如果係咁樣嘅話，你咁樣睇一件事，可能就會太過死啊，睇得佢係啊。咁係咯，你以為佢淨係得某啲功能，但實際上佢可以做到更大嘅一啲效果嘅，又或者對於社區嚟講更加有意義嘅。係咁，政府如果係依家其實佢即係佢好多地方其實都係閒置咗，又或者其實都仲有好地價咁低，即係會唔會其實有好多嘅空間，又或者多咗一啲空間去檢討唔同地方嘅資源運用啊，土地點樣可以更加靈活咁樣去用咧？咁呢一類比較多元啲嘢，對於圖書館或者再擴闊啲成個文娛設施配套嘅想像。會唔會可以更加有創意啲咁樣，令到嗰啲土地就可以用喺呢啲嘅方面咧？其實似乎都好值得我哋去諗下同埋關注下咯。即係圖書館呢啲大家其實我諗大家都會去過嘅一啲空間咁樣樣，尤其是又唔係真係，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少人去嘅。即係大家見到譬如大學嗰啲圖書館啊，其實係好多人噶嘛，自修室又唔夠用咁樣樣，係啊。咁呢啲係咪都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將呢啲需求？原來成個就算唔喺大學喺 campus 以外嘅，其實都係可以容納到啲需求。大家都係樂於會用呢啲嘅文娛設施啊，去睇書又好，休息又好，傾偈又好，或者係搞讀書組都好咁樣樣。係啊，點樣去令到佢成為一個更加有活力嘅地方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去諗下，又或者組建多啲讀書組，係啊，去自己創造呢個空間，可能都可以。今日就去到呢度啦，係啊，咁。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